接下来，看下来认识一对具有热情的小阿妹耶，来自中华的爷爷小雅文，3年来一起推动免费教成人的画图，自毕业到材料总可系伊提供。而迄个推動嘅小學有30間國家嘅，就連蘭嶼一路去過300個約。成人嘅睇明信片方畫圖，畫好嘅是得自家帶轉去，也是得拿來賣，一張賣40元，賣到嘅錢一般係成人嘅嘅，那一般都合下來賣下200畫圖可為材料。也希望大朋友嘅畫圖嘅過程，成人嘅會好多用心做好大件事情，創造自家嘅價值。也當中投入無意嘅明信片。也本等上分嘅遊客同推動嘅成人呢有個連結，大禮拜六也將嘅明信片本人寄去國外哦，成人呢也收到一定大嘅肯定，也希望是得協到錢買一台畫圖冊，是得去到其他韓國島草地嘅學校，也希望能把一位有伴家人向下來完成一個計劃。彩色筆屬村莊落台度，出年入到我都買紅，落塔腳嘅素材都不用多黏黏。今天要用彩色筆，簡單的材料，然後就帶了紙跟筆。對，我們要去山河國小，都騎摩托車，今天第一次去。小雅文大家興見啱啱，中華人，你就係香港推動大建國小，免費教小朋友畫圖。了係幾個推動中計劃。35圖案高分解熱天，還靠少婦，起碼為8點鐘就未到。用嘅風還係為細婦，啱啱佢唔地自己講，我爭啦，反正你推動咪唔會怕。佢哋推九線行，在你夢想歸路向大馬里去，準備頭一擺為去山火國小，寒當工提早出發，了解環境。原來了係一件看得到太平洋嘅將好高。今天呢，要來教你們畫明信片，每一張都是你自己手繪的。這是什麼線？曲線。這是什麼線？鋸齒。這是不規則，所以等一下呢，請你利用這些線條，或者你自己有想出來彎彎曲曲的，你把你的圖分成一塊一塊的。畫圖課冇限主題，適合小朋友發揮。不過大擺畫都冇強弱，上下用蠟筆，上下用點嘅方式來訓練耐心。基本嘢適合為主線條分割來創作，係那廠內都冇提供染筆也係出得。因為我覺得他只要有靜下心來想好再去畫，就一定畫得好。如果去依賴那個橡皮擦，我跟你講，整節課他就只有一直塗，一直重擦再畫，重擦再畫而已。他未來做任何事情，或許都只有一次機會，沒辦法再重來的。就算畫唔錯咪唔識嘅，我想辦法來補救。也唔單淨係畫圖題，下對過程當中為小朋友學到讀到問題嘅世界，經過為主嘅態度。很多小朋友常常都會說：我不會畫，你先幫我畫一個愛心，你先幫我把那個太陽畫好，我上色就好。如果你自己都沒有試，你怎麼知道你不會？也不怕你重畫第二次，就怕你不願意試試看。好，跟做任何事情一樣。重新畫出大筆大畫，成個嘅世界，講幾淡水其實動到彩。哦，一下子開開的，一下子靠近，你就可以一層一層的上顏色。這種筆不畫彩色筆不會暈開，有沒有？對，刻意用那種就是油性的，才不會讓你暈開。
我画的是草泥马，然后我先从它的主体开始画，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先画，然后这是老师教我的，然后就是很像那个布丁焦糖留下来的样子。这边是画星星，这边是画人，这边是画钓竿，这边是画鱼。先去画出它鱼的形状，然后再去画它的眼睛，然后再去画它的晶片，然后再画它的鳍。希望有喜欢的人可以买那个去那个想象他的梦想，讲说他会不会像那个鲁夫这么勇敢的一个人。像蓝屿小朋友，你就最明显，他们一定会画到拼板舟、丁字裤，然后头发舞这些，然后去山线的，就是鹿野那边的，刚好现在在热气球，有些小朋友就会画到热气球。北到台湾，南到台灣，喺佢哋300來日，設計交通費設價出，佢還會免費提供材料，未冇老藝術重點費。3年佢哋30人嘅小學，提早推動讓小學嘅3個月安度，我跳下馬落學教練落嘅時間並唔順時。之前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啊，我又不是老师出身，更不是任何的什么社工什么的，就只是一个喜欢画画，然后几个朋友讨论出来的活动。学校有保护小朋友的想法，所以他当然要跟你多认识，他才會認同你。總算簽嚟咗兩日過後，簽到嚟路上嘅原案嘅時候，要嚟挑一件，未要嚟好嘅開始。見來見到學校一件穿一件，下後都係學校自家來簽硬啊。他們在像音樂啊、美術這一塊的刺激真的比較少。當初我們學校的老師介紹我這個雅雅老師的時候，真的聽到以後，真的覺得非常的驚訝，說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麼瘋狂的人，而且是這麼一個有愛心的人，真的，而且為了我們偏鄉的孩子，他能夠做這樣子的付出，真的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感動。圖圖之中，手工白改明信片，之中40萬元，一半用來鼓勵兩條社發家，另一半是喺行一擺買材料嘅經費。係個小朋友假日，當然沒做得時間留下來。我想要讓他知道說，他的1個小時的用心可以創造無限價值。你未來做任何事情，你是有自己有釣魚的本事的，你可以獲得自己的大魚。別紅調nem成英嘅作品，小馬界、廚房馬界，畫出新冠挑圖、提蛋選嘅想法。他自己拼出褲子、鞋子、身體、衣服、手，然後畫上他的表情。我覺得很簡單，可是他也是很仔細的找出他適合的葉子，去拼出他想表達的東西。所以你每次看小朋友的畫的作品完成的時候，會不會常常有很多的 surprise？對，很多張都很想自己按撳下來。許種英雄嘅幾乎也係堅持，唔過啱啱都推辭睇，希望做得用啲其他很難思入嘅素材。當然，我們其實還蠻吃緊的，可是就會覺得我可以自己來，因為我也用同樣的方式在跟小朋友講啊，我自己要做到嘛。然後我也靠這些方式，比如說可以去兼外快的，我就去兼，接 case 我也接，就是我會覺得。錢總會找出來，只有我常跟小朋友講，只有你能不能、你是不是跟你要不要而已。啱啱講頭一種價值嘅明信片，分享幾多嘅故事，會係很難睇嘅故事。我們有客人從交往到求婚，都用小朋友的明信片，最後連結婚、拍婚紗、喜帖都用小朋友的明信片。很難打敗雙口小朋友嘅一個心目。還那係幾繼續向前嘅童年。剛剛小朋友很可愛，他今天畫的作品，然後畫好之後丟進去我的袋子裡，還跟我講說回去才能看啊！我這人比較叛逆啦，我絕對不聽話，說什麼回去再看，我馬上就很好奇，要知道你給我什麼東西。然後很簡單的要跟我說謝謝你。那比如說學期末要結束，他就會問說：你下學期還會來嗎？然後跟你講說我會想你哦，然後就跑掉。我覺得這樣就夠了啦。
时候我们会有粉丝因为没办法来，所以我 po 上去的照片，他就会说，请你帮我保留这张。为成人嘅創作留下記錄，10年來已經累積嘅價錢中，陪個鄉親成人嘅發解圖，就機會將兩隻片段傳出去，未來兩位嘅溫暖強下寄出去。借由明信片，讓這張紙張變得有重量、有溫度感，會有人喜歡。所以創作者這個小朋友也會因為他花時間畫一張畫作，得到一份肯定跟喜歡鼓勵。唔單唱成人嘅帶到宣潮感，還用以下受到小朋友嘅鼓勵，就嚟對求夢想嘅容器，每件明信片本該留小朋友來尋夢記。然後告訴他，我是當時挑了你畫的飛機，然後我現在有坐飛機到在國外哦，我在哪裡，然後我那時候很喜歡你那張圖，才會讓我決定我要出發來國外。反而小朋友鼓勵到這位大哥哥大姐姐，所以他想告訴他這件事情，又寄給他，有這樣的互動，那小朋友一定很開心。對啊，收到很寶貝呢，那種白紅包，就是那種同學說借我看一下，哦，你看就好，不要摸，很可愛。阿勇嘅愛留溫暖和技術靚，阿勇嘅善人還會傳下去。這種細細嘅明信片，讓圍繞兩條故事變得多麼從容，對推動兩張細細嘅點，緊傳，傳到全台灣、全世界。